来看上新的消息，有风声讲，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这礼拜会来台湾，而且19会伫2025年台北电脑展览来发表演说。伊的专机将会暗时飞来台湾，不过敢若看到因牵手甲物件。这届黄仁勋来台湾除了演讲，嘛传出讲15会甲台积电的高层见面，17会甲科技头人做伙食饭。Lori, nice to meet you. Welcome back to Taiwan. 今日上头前穿粉红色外套的就是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的牵手 Rory， 对伫边仔是伊的查某囝甲后生，三个人坐车离开进前 ，Rory 也阁向现场的媒体握手，也毋过无看到黄仁勋，原来毋是坐同一班机。等无人的毋那是媒体，也阁等正久的粉丝，替家己正努力考到的辉达 AI 技术证照，要请黄仁勋签名。我是他们研究院的学生，自工系。对，然后他们老师会筛选你的成绩，你成绩要够好才能继续选。不过黄仁勋确定这礼拜会来台湾，这是美国总统宣布对顶关税政策了，黄仁勋第一遍来台湾。传讲15会甲台积电高层见面，17宴请台湾供应链高层。过来就是上重要的19，发表演讲，为2025年台北电脑展献开序幕。也个20日加全世界媒体座谈交流，探讨 AI 上新的趋势。而这段也将有可能会公布辉达台湾总部要设置的岛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